On the left, form, Scott. Quick, box. Four, work, by the right. 縱隊變隊形，由停步至行進。號令分為3組。第一組 On the left, form, Scott。當聽到動令 Scott 之後，左單縱行第一位隊員保持原位，左單縱行其餘隊員及中單縱行隊員左半轉，右單縱行嘅隊員向左轉。第二組 Quick March， 當聽到動令 March 之後，左單縱行第一位隊員向前操行2步，然後踏步，左單縱行其餘隊員以最短距離操至新嘅位置同埋面向新嘅方向，然後踏步。中單縱行嘅隊員同樣以最短距離操至新嘅位置同埋面向新嘅方向，然後踏步。右單縱行最右隊員向前操行2步，以左腳踏1步向右轉，然後繼續踏步。其餘隊員需向前操行2步後，第3步左腳着地時向右半轉，然後以最短距離操往新嘅位置同埋面向新嘅方向，然後踏步。第3組 Forward， 號令落喺左腳，右腳然後多踏1準步，跟住左腳開始操出第1步，同時雙手開始前後擺動，如是者左右交替向前操行。聽到號令 by the right 或者 by the left 嘅時候，向前操行嘅時候，依靠右邊或者左邊睇齊。